除了做兵的时间延长之外，女性是不是嘛爱做兵？这嘛引发到各界的讨论。总统蔡英文讲，这爱一步一步来规划。也毋过针对志愿役的女性的士兵，国防部是按算明年要来试办小规模的教育的调集，要甲因拢调转来做训练。 全民国防全副武装伫战场无分性别。2006年，台湾募兵制头一摆找志愿役女性士兵。总统蔡文已经表示，女性敢要加入义务役，爱一步一步来规划。毋过，甲女性加入教调，国防部长邱国正已经有初步的规划。目前为止，因为我们的设备各方面还不是那么样的成熟，但今年已经有在规划，明年可以少量的譬如说好像几十个或一个连。 我们做一个女性的一个招募看。按算对明年开始小规模来试办，身为女性的新任市长高虹安，透早嘛亲身去新兵任务座谈会替准役人加油，伊嘛发表伊的看法。 我蛮支持说能够有这样子一个试办的一个方式，来让每一个政策循序渐进的被推进，而不是说突然的让这一个事情呢，好像突然掉下来之后，那不仅是立法院的民意代表冲击，非常的错愕，那甚至可能有一些就是家属啦，或者是直接冲击到的这一些。 这几年两岸情势紧张，嘛更加挖苦国军后备教调制度，对今年开始实施一年一调、一摆14天的新制，而且将会以后退成用的方式，嘛就是伫8年来退伍的后备军人会先行敬调。另外，针对女性教调的时间，阁有几天拢还未定案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